1872年3月初7，马街为打狗坐船来到河尾，就是现今的淡水。3月霜甲雪，宝岛依然春到地，千水万山到台湾，指望基督福音传。在下马街加拿大安大略省罗拉村人士，自细汉信奉耶稣基督，并且一生决志要伫外国传基督的福音，所以我不但努力伫神学的研究，同时也学习各种医学的技术。特别我专门伫喙齿看周边这支虎头影，我一日会通挽200支喙齿呢。咦，就是伫遮。当我的船拄入湖尾港，这个所在山明水秀，一片好景色，正正符合我日夜所祈求五主上帝带领我要去的所在。上帝啊，我决心要伫遮要来传你的福音，恳求你帮助我的气力。但我孤单一个人，举目无亲，当前急务，赶紧来去找一个会通避风雨的所在。阿摩利多酒，哎哟淡水来，淡水千古里多酒酒，上啊里多阿摩利多酒啊里多真欢喜啦。淡水千古里多酒酒，上啊里多阿摩利多酒啊里多真处理哟。真无简单，找4工久，才找到一间马寮会通来住。不过也真感谢处处送我一座旧的蜡烛灯，英国领事嘛送我眠床甲桌啊，我已经有地困啊，也嘛会使伫暗暝读册甲写字。我想我打着赶紧来去传福音才是。不过我台湾话也捌无几句。但要如何是好呢？啊，有啊！2天外前，我捌伫村外的草坡，遐有几啊个看牛囡仔。我看，我来去遐甲因做朋友，学我台湾话，做我传教的第一步。你看，迄个红毛番对咱遮行来，听讲互乌人的心肝去食呢。啊娘喂，惊死人！紧选哦！上帝啊，帮助我哦！我来到遮，话也无啥晓讲，连要甲看牛囡仔做朋友，因嘛惊甲走去咪。我要如何是好呢？帮助我哦！第2天，马街过来找饲牛囡仔。最近迄个红毛番常常对咱遮经过，看起来都无影讲会食人。若个来的时，咱就甲伊看伊摇哩，迄个金细细的物件是啥物？是啊，我嘛毋捌看过迄落物件。囡仔兄，牛早。
你毋是阮的人，哪会晓讲阮的话？我要来恁遮以前有学几若句台湾话啦，所以讲话调调，请恁多多指教。你身躯做迄金金的是啥物？这个物件叫做 watch， 是要互咱知影时间啦。人阮看日头就知时间，哪着爱迄个啥物watch？是啦，不过有时啊，天若乌阴，也是落雨，也是讲暗暝时 watch， 就真有路用哦。是吼，真新鲜，实在有够趣味。囡仔兄，安尼好，啊明仔载我才去摕这个 watch 来，互恁看较详细。就安尼决定，再会。第三天，日头赤炎炎，马街过来找饲母囡仔朋友。最近甲这个囡仔兄做朋友，不止啊心息，互我的单话也大大进步，但佮赶紧来去甲因讲话。囡仔兄，较早恁食饱未？甲恁讲话，互我的单话大大进步。如果会当甲恁做朋友，我嘛真欢喜。学阮的话，佮做朋友，安尼蒙拉啊兼洗裤，真牛。啥物？恁要甲我洗裤？毋免啦，我家己洗就好啊。毋是啦，即句话意思就是讲去溪底蒙拉啊时，顺便洗裤啦。阮遮的溪底真济，迄落有两个壳。内底的麻薯姜丝汤真好食。哦，也就是迄个 clam。哦，我知，安尼我就要逐工来甲恁蒙拉兼洗裤，我的台湾话一定会搁较进步。赞！天已经暗咯，阮要来转啦，再会。我交陪这囡仔兄教我台湾话。但我有自信啊，因为进步真紧，我应该赶紧来去传福音啊！淡水鸡啊，透早不知清净。人有众天之志，无运不能自通；马有千里之行，无人不能自往。严家实大，飞不如鸟；夜光霸足，行不如蛇。时也，运也，命也，非我之不能也。小弟严清华，汉文读不只深，也无法度得到全国的一官半职。毋过最近甲马街牧师接接了后，就感觉真有意思伫地。但搁甲伊带做伙，我学习道理也加真方便。阿华，今仔日天气遐好，咱来去五股溪传福音。真好，五股溪遐个人真认真追求道理。是多我来幸福。天气炎热的五股溪，海风时而吹来，马街甲严清华伫路边报道。喙齿听毋是病，毋过听起来敢若爱我的命咧，紧来去找该牧师挽喙齿，若无命去互伊无去，就较毋好咧。该牧师啊，紧啦，救救溜溜，无救你的夭寿哦，我的喙齿听啦。来，喙拍开。哎哟，太规喙红记记。阿德，食槟榔啦。我甲恁讲过，食槟榔喙齿会歹去，敢搁食，搁敢来找我。啊，今晚啊，
疼到要死去，你敢无看到？卖大遐啰里啰嗦好无？嘴拍开。好啊，蛮好啊啦。遐紧哦，拄则有感觉着疼一下，但拢袂疼啦。家牧师真牛，实在有够牛，对对。大你努力兼感谢，再会。马街甲盐田外澳道线，行路转来到厝。阿华，台湾的天气太会遮热啊！报道一早起就有遮尔忝。等咱转来到厝，通好好来休困，食一个中昼咧。小心，注意哦，大蛇来占咱的厝。紧！今夜本来来甲伊控制。夜间透早，马街走出大。透早起来，空气真好，住着真爽快。阿花，赶紧来哦！门卡口，阁有一尾大蛇哦。这尾是昨迄尾的翁，阁较大尾，赶紧，今夜本来来甲伊控制。阿华，咱赶紧来去网架传道里，迄所在人真多个复杂，真需要咱去传福音。该牧师，莫去遐啦，遐的人遐歹，因会甲咱破屎，阁会拍人，我真惊。唔免惊，咱是基督的精兵，就继续向前行。新起好的礼拜堂，就继续甲因关心。好，你讲行，我就对你行就是啦。咱大家啊，真老热，十套啦，来来去去。引导新大主何事？网家地盘是我的，要食果子就来拜我这个树头。最近迄个乌秋番别位唔去，偏偏要来遮抢我的信徒，无来去找伊算账，袂使咧。阿华，实在无简单，伫国民反对中间，这间礼拜堂伫遮起起来。是啊，感谢主。你这个乌秋番真可恶！本来我的信徒对我是心服口服，想袂到你来遮传这个烦恼教，害我连食饭都有问题，实在有够可恶。人的信仰是自由通选择的，我无去抢你的信徒啊！明明你抢我的信徒，佮强词夺理讲无，兄弟啊，拍落去，拍落去，拍落去！
人就走去啦。咱来放火烧这个教堂咯。无法无天咯！无采我费尽苦心建设起来教堂，或者无讲道理的人放火给烧掉，互我实在十分痛心啊！该牧师莫失望，咱来去报官厅，看因安怎处理。公堂不宜开，无钱莫进来。本官当如判，坐守公堂。报告大人，外口有人结果申冤，带进来。恁两个人结果申冤，有何冤屈？老实说来，禀报大人，阮的礼拜堂和牧民烧了了，请大人主持公道。什么人叫你传出什么欢乐教？本官无法度。阮是正式受批准来恁遮传教的啊！贵国政府应该给阮保护啊！此事与我无关，这是恁兜的代志，拿出去。安尼好。你既然也无要办，阮只有请阮的领事来讨公道咯。我都唔相信你这个何秋欢有什么通天本事会请领事来，手足公业，等候消息。报告大人，英国领事已经来到公衙，请大人定夺。什么呀？英国领事到，来开中门迎接。有何贵事？贵事是不敢当，如果无事不定散播电。恁遮的牧民甲马街牧师的礼拜堂烧掉，你为虾米无秉公处理？哦，真正这款代志，我赶紧下令加办，我会照事实赔偿真项。多谢你的管教，希望以后对阮的马街牧师较照顾咧。过时了，奉上启程。有一天，杀人的罗马来千国家门乌西食一竿，实在真歹运，拍无两下，迄个人就死去。等紧来用一包较大包的红包，来甲迄位食钱寡好甲乌洗一个。杀人者死罪。大人，这包互你红一个。安尼真好。你这包裹未细包，会当买你的死罪。感谢大人恕我无罪，过时了。艋舺街头，马街拄着受害者的老母，实在真歹命。一个心肝囝，无代无志去迄个流氓拍死。厝里遮尔散赤，无红包通去乌西，
连一仙赔命钱都无法度得到，但叫我要按怎样就好咧？歹命！姊妹啊，请你毋免阁怨叹，我来替你伸冤，我带你来去衙门讨公道怎样？感谢感谢，该牧师真感谢，多谢你。精心起好的网甲礼拜堂前会友组织。阿发啦，刚才有该牧师带我去讨回公道，得到淡薄仔赔命钱，才会当啊买棺茶来埋葬我迄个宝贝仔囝。我迄个查某囡仔得到迄个马拉利亚肝热病，嘛较早该牧师摕金鸡拿算互伊食，食了就随好去咯。听讲迄个龙麻，互搁较大尾的龙麻欺负的时，该牧师嘛有带伊去衙门讨回公道，但伊嘛拢有内底听该牧师的道理哦。咱大家若会当三听，就平安咯。列位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，大家高早。感谢主的大恩典，咱的礼拜堂重新伫遮，搁再起做起来，会通继续传福音。咱就这声来吟诗学乐，创造万民的主宰。多谢各位的观赏，结果如何？请期待续集。台湾的竞赛马街，再会平安，请顺行。